大家好，我係花生仔，歡迎返嚟今日嘅樓市快報啊！我每日都會同大家一齊睇下香港磚頭嘅故仔，學樓市 KOL 話齋，樓市一定會反彈，不過冇所謂啦，信者得救，唔信咪繼續住樓下公園咯。大家準備好未？喂，今日個樓市真係好似精神分裂咁啊！一邊有豪宅癲價成交，另一邊啲半新盤就蝕到入肉。蝕咗嘅錢夠你喺第二度買多層樓，究竟個市係龍市定熊市定係精神病市？我哋今日就逐單睇下，究竟香港嘅磚頭故事係喜劇定悲劇？首先，我哋睇下悲情劇場嘅主角大埔白石角雲梅，最近有個兩房單位以610萬成交，咁聽落好似唔錯啊！少年你太年輕㗎啦，原業主3年前，即係2022年。用850萬買入，持貨3年，一轉手帳面唔見咗240萬，蒸發咗差唔多30%。240萬係咩概念呢？呢個數夠你喺屯門買翻個熱門上車盤兩房單位，仲可能有錢剩添。你話係咪諷刺？一邊辛辛苦苦供樓，點知3年後唔單止冇儲到錢，仲倒蝕一層樓嘅首期。當年啲人話白石角係明日之星。科學園概念，交通方便，點知今日變咗蝕讓之城，尺價由18,000跌到13,000，區內放盤價低處未算低，蝕讓已經變咗常態。咁當年聽 KOL 講走去追價買半新盤嘅業主，而家可能晚晚都喺度唱蝕到空虛。不過呢，你以為個個都喊緊，喺金字塔頂端嘅世界，完全係另一回事。鏡頭一轉，我哋去到港島南區嘅赤柱豪宅。Unstanley 咁最近有間獨立屋咧，以2.56億元天價成交，實用尺價去到54,000幾蚊，仲要創埋項目嘅尺價新高。呢間屋有成4,700幾尺，有花園、有泳池、有天台，買家據聞係內地商人，仲要係用30日即供嘅方式俾錢，即係 full pay 現金，連3個車位一齊買。你睇下，一邊蝕到阿媽都唔認得。另一邊就億億聲咁掃貨，尺價仲要創新高，你話個市係點？其實好簡單啦，窮人嘅樓市同埋富人嘅樓市根本就係兩個平行時空，玩緊兩個完全唔同嘅遊戲。講到投資，有人蝕錢，有人賺錢，亦都有人靜靜雞密密掃貨。講緊嘅就係藝人郭少雲啦，佢近年呢將事業重心轉咗去內地做直播帶貨，咁賺到盤滿缽滿，然後咧就翻嚟香港買磚頭。佢舊年年底先用900幾萬買咗太古城一個單位，今年10月再豪宅1700幾萬，一口氣掃咗4個沙田第一城嘅兩房單位。佢嘅策略好清晰，就係買入呢啲傳統藍籌屋苑單位，用嚟收租，計一計租金回報率超過4厘。好過你擺錢喺銀行做定期，佢唔係去追啲咩半新盤概念，反而係返璞歸真，買啲有穩定租務市場嘅單位。呢啲咪就係現金為王、租金為後嘅玩法咯。咁呢，比起嗰啲聽完故事就衝入市，最後蝕到攤攤腰嘅，你話邊個醒啲？講完個人買賣呢，我哋睇返啲宏觀啲嘅嘢。政府最近又有大動作啦，就係屯門第16區塊地準備招標。呢個項目好犀利啦！喺未來屯門南延線站上蓋，總共會提供差唔多4000個住宅單位，仲有商場同社區設施。第一期已經有過千伙，係近2年最大規模嘅官地。官方就話呢個發展可以即時提升市場信心，帶動屯門二手成交。聽落好似好美好，但係你諗深一層，咁龐大嘅供應推出嚟，對附近啲二手樓價係好事定壞事？短期可能係興奮劑，長遠分分鐘變咗壓力測試。到時屯門嘅業主可能又要面對白石角今日嘅煩惱啦。其實樓市嘅溫度好多時都反映緊個經濟大環境。好似最近又有一間老牌酒樓盈輝海鮮酒家全線結業，長沙灣分店仲要拖糧700萬。當大家荷包乾塘，連出去食餐飯都要諗過度過，仲邊有咁多閒錢去追價買樓？所以話樓市同經濟根本就係唇亡齒寒，有人歡喜有人愁。呢個就係2025年香港樓市最真實嘅寫照。今日花生仔就講到呢度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，
唔好意思留言分享你嘅樓市睇法，或者想我哋下一集講啲乜，下次再見。